的工程。他從我們還在母胎時，就增加了我們的歲月，按他的仁慈恩待了我們。願他賜給我們愉快的心靈，並使以色列現時平安，永遠平安。願他的仁慈不離開我們，並在他指定的時日拯救我們。我要時常讚美你的名號，我要知音地歌頌你的名號，因為你俯聽了我的祈禱，因為你救我免於喪亡，在不幸之時拯救了我。因此，我要感謝你，頌揚你，讚美上主的名號。上主的話，感謝天主。答唱詠請唱。我哋喺埋一齊，係一個感恩嘅慶典。我哋第一個感恩嘅係天主，喺75年來，佢一路照顧我哋，一路帶領我哋。喺呢度，我哋衷心感謝佢。佢俾咗我哋好好嘅老師，俾咗我哋合作嘅家長。俾咗願意學習嘅學生，就喺一度讓我哋一齊讚頌
謝佢，並求佢帶領我哋邁向80週年。喺度，我哋以天主經、天主嘅慈愛去開始今晚嘅慶典。現在我邀請大家手牽手一齊念天主經，表示佢係我哋慈愛嘅在天大父。我們的天父，願你的名受顯揚，願你的國來臨，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。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，但救我們免於兇惡。阿們。尤其係今年適逢學校75週年呢場盛事，大家為咗能夠同每個活動
都順利嘅舉辦，都花費唔少嘅功夫同汗水去努力籌備同策劃。儘管有時忙碌嘅生活總係令我哋疲憊不堪，甚至期盼過忙碌嘅日子可以過得快啲，但係仔細諗下，嗰段時光，不論係笑定喊，都係我哋呢年校園生活中最珍貴、最刻骨銘心嘅回憶。而感恩節就係一個好好嘅機會，去讓我哋對今個學年嘅回想同埋反思。我哋平日所遇到嘅每一件事，以及每一個動人嘅時刻，嗰啲願意用真心對待我哋、關心我哋嘅人，其實都好值得我哋感恩。而今晚，我哋一眾學生都要藉住呢一個機會，向上一直支持同關懷我哋嘅老師同家長送上最真摯嘅心意。而喺大家欣賞表演之前，讓我哋先一同驗證我哋嘅同學喺呢個學期學默交文所獲得嘅成果，祝賀佢哋喺努力奮鬥之後所取得嘅成果。